是我特别无小心的。小妹，你将宝剑要送互我甲连军，当作是好礼。无凭，我家己煞失手，将宝剑弄破。安尼，是毋是讲我甲连军因两成婚，这是一个歹决定？表爷，这是一个意外，宝剑弄破也毋是挑工的，你甲表嫂的婚姻，这要哪有啥物关系呢？也毋过，表爷，你莫阁再想遐尼济，时辰也伫要到啊，也要赶紧准备来去迎接表嫂。行，咱来去。我你是从啥啦？哈，你啦，我是从啥啦？你啦，我小姐，不，等我到底是犯什么罪嘛？你就是文洪波。是啊。爹爹，阿姐，我到底是犯着什么罪？你竟然无问一个青红皂白，就命人要甲我掠呢？你犯什么罪？家己心内明白。无啦，大人啊，阮孙仔是一个读书人咧，中房仔才去游学中安，打转来无偌久啊尔，今仔日是伊娶某的好日子，伊要哪会去犯罪啦？娶某？文龙甫，你迄个未婚妻，搁要出身彩虹楼，名叫当年君。我唔对。阮你伊个计算内底，抄着真济珠宝，遐个珠宝是查拉去共抢劫的，查拉会。当年军警招人口供，讲这个物件就是你送的，你高级山产，抢劫两名的铁子。你明明是信口诽谤，恁个要侮辱我的。哦，你养先人性，哼！我将你啊咧交花阴关的地官严刑拷打，唔惊你不相信？来呀！走，别呀！读书人啊，你哪有法度去勾结山賊？这明明是我做坏坏事，你所在你就我做。这边，去了啦！咱要弄过是一个软正的读书人，是啥用啥？看要哪法度你来互人推互人讲啊！哎呦，你呐，老三长两块哦，咱文家都全后代啊啦！我这孙当连滚，就是个扫帚精，明明就是要来害我害埋红波，无唔对。阿姐，迄如果呢？你若是认为我害红波是？我是唔敢讲是唔是你害伊的啦，啊，唔过吼，你遐珠宝确实是查拉回呢。是讲你若安尼啊，物件是对倒位来的，你若要甲大人讲是阮红婆仔送的。你哦，你是歌姬出身的扫帚精啊！哦，唔知如果去介意着色人啊，这个挑工识这款毒计来害阮红婆啊！你哦，好去嫁别人是无？温夫人，你若玩小想看卖呢？阮小姐若是讲真是去私藏遐伊个查拉物件，想到阮小姐那伫遮，那无互关起来。
清楚，是有人的企图，是为了好。好啊，人即摆已经互抓去关喺大牢啊啦，你要去倒位去查？无论是毋是你要害伊的，怀疑你是扫帚精啦。若毋是为着要带你哦，阮老公袂互关起来，嘛袂互啊你安尼啦。阿哥，阿哥啊，你讲卖咧，了嫂都遐尔啊伤心啊，你嘛无需要遐尔啊责备伊。哼，伊咧伤心啥？伊上介好红婆去死死的啦，以后去嫁别人。啊，毋过，阮文甲。算那个真有事啊啦！阿亲，连君出心呐，随亲情，是自将夫，阮的妻姐见。小姐，贵才要信你的话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阿某的啊，咱大先转来去想看有啥物较好的办法，先将咱红婆仔救出来，较要紧。行啦，行啦，转。个时间过，你还袂来娶亲，做梦都想袂到，会发生这个悲惨的代志。红婆，你讲我要安怎才好？文公主啊，你安尼规暗拢无困，啊只干那吐大气，安尼哪有啥物路用啊？一旦掠来这个所在关，你毋着想甲开一店啊？困一个较有面啊！老丈，我无龙婆是一个两手无绑家之力的书生，叫互人甲我诬告讲我是勾结山贼，这叫我要安怎会甘愿？叫我要安怎困得去？
文公主啊，你是冤枉的，我是知影啦。也毋过案件关系遮尔重大咧，啥物人嘛无办法替你讲话啦，除非着去万岁爷面头前含冤哦，安尼才有办法啊。老丈，本来到底是啥物来害我？你紧甲我讲好。甲你讲嘛无路用。老丈，拜托，你紧甲我讲。我若死，我死亡啊才冤客。这啊，我若甲你讲，后日你唔通连累着我呢。老丈，我文皇婆甘愿含冤离死，我绝对要连累你，拜托你去甲我讲好。安尼好啦，文公主啊，你是长安第一才子，投案真早就仰慕你的大名啦。也毋过即摆发生即款的代志啊，我虽然是讲无办法通解救来讲哦，我若将这真相讲互你明白，你做鬼毋对，这人明白，这我是做会当到啦。拜托，老丈，你紧甲我讲，我拜托你。也毋过哦，我知影的是无偌济啦。我有听阮关老爷的管家哦，伫咧讲啦，讲啥物过无偌久就要甲你押解上京城呢。啊，我有听人讲啥物，京城就是王爷哦，真介意着即个当年军姑娘啦，所以毋才设计陷害你来入狱的。哇！哦，皇上赏你遮尔济奇珍异宝啊！小王爷啊，你即摆将史中堂甲伊找倒转来，又搁建立一摆的大功劳啊！皇上不但是设宴甲你庆功，啊，而且搁赏你遮尔济珠宝，莫怪满朝文武吼。大家都足欣赏你的哦。顺安，你将遐珠宝送去互大福请过无？好，是，这应该小的即时就来去。小的甲郡主请安。免礼。谢郡主。丰富的赏识啊！娘娘，你是要来甲我贺喜，还是要来甲我道歉呢？当然，来甲你贺喜的啊！我也无得罪你啊。虽然是无得罪我，也毋过你甲我迄个打赌，输我，敢讲你叫袂记啊？累，我是输你啥物货？我根本都袂记你啊！你是伫假糊涂，迄是几年咧多忘事呢？哼！将夜
哈哈，我秘书你飘小剑，你该献出摇弯腰。安怎？你唔甘？唔甘不要紧，只要你向我赔一句唔是，我就免伫你底个原谅啊！迄我才歹甲你回毋是哦。既然你无叫当年讲袂去，那呢，这场打赌就算我输你。这块个鸳鸯是皇后所赐的，既然输你，那呢？你就摕去嘛！我的就是我的嘛。敏文，父亲，敏文是安怎来走的？要做我的新妇啊，记住我当然是会歹势咯。这是安怎样讲的？如意啊，当初皇后素明论这块玉鸳鸯的时阵就有讲过，日后伊若是看介意什么人，就将这块玉鸳鸯送予迄个人做定情之物。啊！父亲，我只是对当道理，并唔知影讲这有恩情，所以，那安尼我就向敏文做好嘛。囡仔，皇后所赐之物，要哪会用去随随便便就行人呢？哎呀，我实在有影糊涂，糊涂！皇上所让我遐尼真侪基地礼宝，我拢无爱藏伫目睭内，偏偏就爱拿伊这块玉鸳鸯，真是气死了！明伦伊的容貌无双，又搁是皇后的外甥女，你若是会当娶伊，真是接到阿娘的心愿。母亲，我甲伊并无感情，是要安怎找做家后咧？较接相处咧，就有感情。毋伫恁了搁少岁，也免着急。以后阿娘会安排机会，互恁定定见面。我一定。如意，你若无听阿娘的话，就是不好。